金本叶甜死用哎。早啊，阿迪古，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刚刚那句话的意思就是今天的天气怎么样？今天是晴天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凉凉的。加油！大家早安哦！什么意思？打喷嚏啊？很多的黑毛。很多的黑毛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很多的黑毛就是你感冒了是吗？哎呦，就前几天天气很热啊，所以我就把被子都收起来了。没想到啊，今天早上啊，我竟然被冷醒了这个。你们看，森林那边好像下雪了。现在不是夏天吗？怎么会下雪啊？会不会是有人在练习魔法？等等，我们过去看看。等一下，金本叶冻寒，出门要记得带袄袍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今天很冷，出门要记得带大衣。看来啊，我得把我的被子再拿出来用了。咪的大屁，哆瑞咪经理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难得这时候下雪啊，我一定要出来堆雪球啊！而且你们看，我已经用魔法把雪变成水晶苹果啦！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好啊！哇！叽里呱啦！怎么会有恶霸雪人的记号啊？哦，原来是恶霸雪人在作怪，难怪夏天会下雪。嗨，爸爸弟弟。我要跟你们坦诚一件事，就是我刚才在这里练习魔法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一念完咒语就开始下雪了。不关你的事啦。刚刚叽里呱啦精灵已经发现了恶霸雪人的记号喽，所以不是你的错。不信你看，是真的吗？对了，大大精灵，你不是力气很大吗？那你用你的大力气啊，把这个记号给打破，说不定就不会下雪了。好，我来试试看。加油！离远一点。我看我的，回哒哒哒哒哒哒啦！咦，恶霸雪人的记号不见了耶，雪也慢慢变小了。好厉害哦！太好了，这样我们麻烦就解决了，可以回家喽。金本叶给甜死用哎，意思就是今天的天气如何？很多的黑毛，意思就是呢，你感冒了是吗？金本叶冻寒，出门要记得带袄袍。意思就是今天很冷，出门要记得带大衣。今天故事里面的客家话，大家都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很强哦！